暖暖十门溪。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个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画本内底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画本的这对母仔囝是来自桃园的阿玲，也有伊两个查某囝阿红甲妹妹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袂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玲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红。咱们来看这幅图，请问你有看到什么呢？南部，莲雾有足侪，还是足少？谢。足侪。啊，还有看到什么？阿米亚阿米亚有几只呢？有两只，是三只。哦，是三只。啊，还有呢，除了阿米亚，还有啥物人伫遐？妹妹，有一个妹妹哦，妹妹摕啥物物件咧？哪哦，看起来是卡通呢，敢是？应该是卡通。伊个卡通内底缀啥物？南部，莲雾，所以咧叫莲雾呢。啊，恁敢有爱食莲雾？有莲雾是啥物色的啊？安只，红色对啊。啊，伊内底画的莲雾是啥物色的？这是青色的，所以青色的莲雾，恁敢有食过青色的莲雾？无。所以伊迄莲雾敢有色啊？袂。咱平常我敢若袂食。哦，今仔日还袂食，因为即摆毋是莲雾的季节。毋过我袂煮哦，真袂使食，爱看到那爱煎煮个才食。莲雾是果子，敢莫煮过啊？咱妈妈平常是互恁食莲雾，敢有煮过？无，莲雾免煮哦。莲雾是果子，直接洗清气就会使食，对无？对。好。啊，你有最爱食莲雾的无？莲雾食起来是啥物滋味？是酸酸甜甜、咸咸、苦苦、甜甜。啊，你感觉咧？我感觉要爱煮泡泡。你要安怎泡泡？好，我头拄有看到要安怎拣莲雾哦，因为莲雾是红色的，对无？啊，你有看过迄莲雾红色？红色以外，佫有啥物色？就是伊红，佫有啥物款的红咧？是像花安尼共款，就显色的迄种红，还是啥物色的红？较粉红的红。较粉的红，敢是还是较乌的红？我感觉是较浅的红。较浅的红哦。莲雾啊，你知影台湾即摆有莲雾有叫乌珍珠，嘛有一种品种是乌金光，所以其实莲雾的红是绿啊红，啊毋过绿啊乌诶深红色的，绿啊深红色的红。我头拄仔有查到一句要安怎拣莲雾的口诀咯，伊讲是乌透红，肚才开，皮幼幼，力头饱，安尼莲雾拣起来上好食。乌透红的意思就是，迄莲雾红红，啊毋过有淡薄仔乌个红红，上好食。啊，佫有啊，伊的肚才开，你知影伊的肚才伫倒位无？毋知。伊的肚才就是伊迄莲雾下骹，毋是有像地头仔的迄所在，就是毋是地头仔，就是有一个凹凹落去的，有一个凹凹的落去，像咱的肚才共款，凹凹落去。你知影无？知影。咱平常是无食迄个所在对无？对，拢甲迄个所在挡掉。对，迄个所在若是较开阔，迄就是啊，若是伊的果子皮是幼幼无斑点，啊伊较沉重，都是较好食的莲雾。
伊遮啊，即个图内底伊讲，即个莲雾伫咧树仔顶唱风铃，敢有人知影风铃是啥物啊？阿红，你敢知影？风铃，我甲你讲，咱之前有看过哦。咱有一届，咱去大稻埕参观的时阵，迄个店头有挂一个物件，伫咧伊的顶仔骹遐，啊，风吹的时阵会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你敢有印象？有呢，你敢有问我迄是啥物着？我无印象啊。你无印象，就是有的人会挂伫个窗仔门边，也是风吹来的时阵，迄面顶的迄个金属的物件会烧弄，就会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就会有足好听的声。你敢有看过这个物件？有，我有看过3摆。你有看过3摆？对毋过我无去食火车，毋过它都有落雨。哦，它都有落雨哦。所以啊，伊讲迄个莲雾吊伫树仔顶，就亲像风铃，因为有诶风铃嘛是像安尼。像莲雾的形共款，毋过白老人就爱去白道人的看医生。哦，是吼，莲雾的迄个道材的所在，就亲像迄风铃的，有一个弄珠，就是金属的物件，弄着伊的壁，就会叮叮咚咚。毋过，阿舅甲阿本就要看看这一个。好，好啊，有人讲啊，迄个热天的时阵，风吹来的声，叮叮咚咚就会较亮。你感觉咧？你听到迄个声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叮叮咚咚的声。这个我就菜。你感觉啥物？就菜。你会感觉就差，毋是好听的声哦。安尼咱兜就袂使挂即种风铃，对无？好，安尼咱今仔日就开讲到遮哦。阿红甲妹妹最爱食莲雾的，对无？对，好，咱牵囡仔的手来听囡仔歌，后回再相会，拜拜，拜拜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少。台语好保守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内面有讲到小风铃，空中好朋友敢知影风铃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另外，莲雾嘛有一寡无共的讲法。节目上来，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为咱来做详细说明。15节有画着莲雾、铁马，甲后壁埕。我来小解莲雾。咱华语写会莲的莲，莲花的莲，蒙雾的雾。其实伊是外来语，伊是印度话，印度话叫做染马。对染马莲雾，毋过有个人嘛会讲莲雾念，毋是甲念，就是后壁的母甲头前的 n 变做 m 所以毋管莲雾也好，莲雾也好，拢算有外来语，甲别啦共款，哪别啦？这个早期毋是叫莲雾，也是莲雾。早期叫番果子，这个翻译出来就知影外来英语好做水的，叫做 The Rose Apple 玫瑰的苹果，玫瑰的苹果，咱知影往来因讲叫做 pineapple 所以这个因的 apple 就迄个形就拢像 apple 另外。风铃其实咱较早无咧讲风铃，拢讲铁马。你若去日本行路就知影，因铁马是挂几排的，
直的一抓对触角遐顶落来，啊一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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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是讲风铃是啥物做的？铁啊做的，风来会轻空轻空轻空啊，那像迄个马咧行的声啊，铁啊做的，那像马咧行的声，讲话做铁马因为有风吹才有声，所以华语伊就讲风铃。咱自古早歌册就讲铁马。我念几拍先生放学去佚佗，3日过了再入学。风吹铁马响叮当，子规提出问杀人。这铁马响叮当，这铁马就是二家过了三家名，耳边听见铁马声。月射芭蕉花浓影，明日一着我三兄。这铁马声是风铃的声。一家过了，二家转，孤顶独对心越酸。风吹铁马响叮当，明日思想在天东。这铁马伫歌册底出现足侪摆，所以可见较早是常用词，常常讲铁马。若讲后院，咱讲后庭、后尾庭、后壁庭，即款的意思，咱拢讲庭较济。咱知影头前庭，讲咧读册啊。后壁庭，披萨啦、正米啊啦，囡仔咧耍啊，过来，咱知影，阮中部有足侪练武，因为修成歹，所以记载去落落来，或者落米啊，捡迄落米啊，等到好食，有够熟啊，所以迄个华语讲叫做落果，落下来的水果。咱讲落米啊，连景嘛有落米啊。咱若像咧挂稻的时，迄个对稻穗遐落落田里呢，迄嘛是落米啊。落米啊是对遮来的，所以落米的米拢写稻米的米，大小是对迄个稻田的落米啊，则讲对练武的落米啊，连景的落米啊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无像山歌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春遐顶。